程峰，哎，你没事吧？你伤到哪里了？啊？这儿啊！啊，小心点儿！我看还好吗？好像。我骗你干嘛？真是讨厌！真是对不起啊，我觉没睡醒。站起来试一下，来，来，哎呀，来，痛的那只脚先不要落地，用脚尖掂着。不行，还是很痛啊！啊，你先坐一下吧。啊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给你去拿红花油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明天还有早班呢。嘿嘿，真希望运气好啊，下回还能再和姚倩分到一组。你还当真喜欢姚倩？哎，你问的真奇怪，这么大个美女，我能不喜欢吗？我就是不喜欢。那当然喽，你已经有程峰了。也不是这个原因。你不觉得姚倩有点趾高气扬的？人长得漂亮，当然趾高气扬了。她有那个条件啊。今天啊，我们在飞机上聊了很多，我感觉啊，她对我的印象还不错。大将，站在好朋友的立场，我劝你一句话：对姚倩，不要抱有太多的期望，她不是你林子里的鸟。哎呀，思贤，真是的，我交你们这帮朋友，没有一个为我打气的，全都在咒我。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仔细想想吧。好了，真是的。轻一点啊！好痛啊！轻一点嘛！要痛才有效果的。等一下啊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哎，小声点，我姐还在上面睡觉呢。你干嘛？真的很痛啊！很快就会好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爷爷教我的绝招啊。好了，你站起来走2步。我让你试试嘛。来，走2步试一下。没问题的。走。程峰，程峰，安琪姐，怎么样？脚有没有好点？还好啊，你看。哦，哎呦，我看算了，
你今天不要去机场了，明儿那里我帮你请假。啊，不用，安琪姐，反正我是坐在柜台里，又不用走来走去啊，没关系的。你确定你可以吗？嗯。好，那赶紧换件衣服，准备出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安琪教官！啊，奇怪啊，怎么又会痛起来了呢？该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程峰，你可以的，不痛，一定做得到，加油！换衣服。无聊。哎，你怎么又摔了？哎呀，昨天不是刚摔，这么不小心。我的脚已经好了，可是没想到，又崴了是吧？是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没摔之前不是这样的。你看看你，还穿着制服准备去上班啊，脚不方便，还要硬撑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小心一点啊。跟昨天比怎么样？今天疼的比较厉害。好疼啊！你轻一点好不好？我看你这脚80%是断了。哈？不会吧？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我昨天还跟思贤说，我最近什么都很顺利呢，可是没想到今天又摔了。是啊，我也在想你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去医院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机场地勤他们还不知道我今天不去上班呢，你快帮我打个电话跟安琪姐讲一下。当然没问题了。来，我先扶你起来。来，坐这儿。等我一下啊。喂，姐，我是安逸啊。什么事啊？程峰早上下楼的时候脚扭到了，我觉得挺严重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早上不是说没事的吗？麻烦，你给他请个假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会替他请假的，你放心。那你带他去医院啊？好的，你放心吧，姐姐，拜拜。来，小心点儿。奇怪，程峰今天怎么没来啊？范组长，程峰呢？程峰今天请假了，他从楼梯上摔下来了。哎，问一下，骨科在哪儿啊？那里。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报个号。哦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再等一下吧，挂号了。安逸啊，你要不要先回去？店里面的生意还要忙呢。没事儿，再说，厨房里有人管，我晚点回去没关系的。